土豆酒。哦，甜甜安尼啊，甜甜。我喜欢，我介意。我评价赞的哦。你看咱今日做伙出来佚佗吼，其实我有听讲小红甲咱的工课，伊一开始来新加坡的时阵，伊的工课和咱有小可相因为伊有问我敢有熟悉一个叫凯利斯的，啊，这个人呢就是即摆阮乐天的迄个加油队的队员。等下，凯利斯是不是较早是有伫咧跳舞迄个凯利？你哪会熟悉凯利斯？阮一阵做伙跳舞。对，一跳舞的安尼对。所以安尼对。哦，所以你伫台湾的时阵是咧做 show girl。啊，那跳到新加坡来？对啊，我迄阵来遮做活动，啊，在伫遮拄着啊，拄着你的迄个迄时阵的男朋友。哦，现在想讲要开早顿。我本来就伫厝里家己煮一寡物件，我会当为着早顿炸屁啊，无怪哦，就是你家己要煮啊，啥物拢会晓安尼啊，后规气我来开店好啊。因为遮迄阵无台湾的早顿店，我找无呢。伊这无师自通的哦。因为你店租遮贵着，你是安怎会有迄个勇气要出来开店？因为迄个疫情的关系。来今年就高用的，哦，你头头讲，嘿，你头头讲，疫情啦，疫情的关系。嘿啦，我迄阵有3档我无转去。哦，3档我无转去。所以我的朋友因拢讲做思念台湾的早顿，拄好有一个朋友伊有一间店，要装做。哦，我知影，因为因朋友疫情的时阵倒位做袂落，问看伊要接无？嘿，我懂。对无？给他挂起来袂安尼啊？迄时阵倒太济店的，我甲你讲，所以伊迄阵啊一定足艰苦的。你咧当下咧拼的时阵，对无？阿妹，你开始录影进前啊，我有看你含恁查某囝在讲电话对无？哦。我有偷看，够高水的，够高水的呢。生个跟妈妈白水。无啊，你即摆无伫厝，伊敢会无聊还是会？要咱食饭？阮厝里有迄个当下手的。玛利亚。玛利亚。啊，真假？玛利亚伫新加坡做片。伊免烦恼，我拄好看到，伊边有一只兔仔咧飞佚佗。你想要你想要人头过吗？你和恁查某囝的感情看起来足好诶，拄啊电话来对阮讲 I love you，I miss you。开早顿店哦，足早起来煮嘛，啊足无用的啊，啊有当时啊，可能无度定定去陪囡仔上课，还是安怎有无？啊你开着了，你会感觉厝的安尼无用袂过来。会啊，一开始的时阵，我逐工拢爱去，我就透早看着伊。有时阵透早看袂着伊，我比伊较早出门。啊，转来我看伊咧困啊，伊拄啊好要去困。啊，拢无拄着。我大概拢一礼拜7工，我逐工拢在做工课。这拼着，伊爱起早。伊事业心足重的啦。我是迄种，我也无就卖做，我也要做，我就是无法度接受失败。哦，啊，互你会坚持到底，主要的原因就是你无想要失败。搁有因为人客，搁有人会写批互我，甲我讲菜做好食啊，啥物啥物，啊有的是会来店里看到我，就会讲，因为你伫遮，所以我想要来遮食。恁这服务的精神，我足感动的，就是恁想要互因遐的人有一寡温暖，恁想要互因继续有迄个精神，会当互伊会当快乐行落去。我大概看到我的人客食到足欢喜，啊，要走的时阵，拢会甲我拜拜，谢谢老板娘。你只要看到吼，因吼有一个欢喜的笑容，还是食落有一个就是上大的动力，安甲安慰，无简单的吼。啊，你敢会思念你的对嘿哦，爸爸妈妈都伫咧高雄嘛。那对，我住伫高雄。安尼我甲你讲，你敢会使即马随敲电话，你互恁爸爸妈妈？即马，啊，敢会使接视讯？唔知接袂。我去啊敲看卖啊，应该足欢喜。啊，你甲伊讲，你一定想袂到，你既然甲南港刘德华，即马咧食沙爹。你话乱？我妈妈即马唔知，都没关系啊。妈妈，这是妈妈吗？我妈妈一个 surprise。我妈妈最爱出国佚佗。可以。妈，你的镜头有一寡雾雾。我电话我电话嘿啦，我人
哦，恁查某囝足牛呢。安尼哦，谢谢啦。嘿啦，伫咧店仔开咧新加坡，迄物件有够好吃的，足牛的啦。我甲你讲哦，啊，咱小哥费玉清嘛有来呢。阿嬷，我啉醉了啦。哦，谢谢你呢。无啦，今仔因为阮来新加坡出外景，吼啊，互恁查某囝今仔真照顾。对啊，一定足高兴的，嘿啊，一定足欢喜的。真正我咧离伊就照顾咧啦，啊，互伊去发挥啦。无啦，我甲你讲吼，伊拢整着你啦，整着你啦，知情啦。有一寡吼，有一寡心内话要甲你讲，爱你啦，足爱你的来。我常常讲。哦，你有常常讲。你最近好像比较瘦啦，你最近没有啦，这个是因为新手机拍起来脸比较小。最近发晒吗？没有啊，我变胖了呢。大概有2个。嗨，新加坡面，妈妈你好。啊，一群美女呢，美女。无啦，你上水嘛，美女啊。好像很热闹哦。哎呀，太多人了。您第二家，你后个月来使带你来家家。好啦，好啦好啦，你阿妈食饱，你食阿妈讲饱。亲切的，阿妈亲切你食。饱未？人咁样讲诶，好啦，我จิ้一个。จิ้一个，จิ้一个啦，จิ้一个，妈妈。哦。这好，好啦，你跟你讲再见喽。再见喽。好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拜拜，爱你哦，拜拜。我爱出来啦，感情真好诶，这一看就知伊定定有咧常常咧联络。会足欣赏的啦。对啊。我下摆较接较有阮母啊，甲师奶啦其。实讲是大人拢做爱，阮去甲伊塞奶，就是有时啊，阮拢会想，会避暑啦，感觉讲大汉啊，我嘛会歹势，但是真正你爱伊，定甲伊那讲因。为是爸母的囡仔。系啊。足感动的啦，因为就是大家甲厝的人的感情拢真好。我毋是甲厝的人感情无好，毋是哦，我只是较避暑一点点啊尔。即摆我想要甲阮妈妈讲，就是讲厝内最近发生一寡代志啊，你辛苦啊，啊，希望代志顺利圆满结束了后，你会当逐工过了轻松。欢喜啊，平安健康就好啊！我即摆大汉啊，后壁等有闲的时阵，阮才会约出国啊！会记得你爱甲我赞助哦。咱今仔日来遮要体验伊的生活，要甲加油，结果我去互感动着，等到我对伊学，系啊，你甲学。对伊学甲妈妈生奶，这点我真正输伊。阿红诶，你真正无来食过济哦？真正无。啊，你今仔食了感想安那？爽无？袂歹啊。欢喜无？这只食一个气氛。真老练哦。